幾日烏克蘭咧打出咗俄烏戰爭3年以嚟嘅最大一次勝利。6月1號嘅凌晨，俄羅斯境內大約有11個州受到烏克蘭117架珍珠港偷襲式嘅無人機攻擊，一夜之間咧，無人機如同幽靈一樣咁樣入境，甚至深入到俄羅斯嘅腹地，自殺式咁樣轟炸伊爾庫斯克、伊爾曼斯克等5個空軍基地。烏安全局稱呢次行動咧摧毀咗俄羅斯價值70幾億美金嘅戰略資產，涉及41架戰略戰機，而且仲包括罕見嘅 A50預警機、圖95、圖22 M3遠程轟炸機。所以俄羅斯今次嘅損失大唔大呢？係超級大。今次烏克蘭用無人機嘅偷襲真係好似二戰時期咁樣，日本仔去偷襲美國佬嘅珍珠港。今次偷襲俄羅斯差唔多損失咗1/3嘅戰略身家。公開資料顯示全俄可以出動嘅圖95、圖160總數咧唔夠70架，圖22 M3咧唔到60架 ，A50預警機咧只有8架。總之呢啲戰略性飛機咧冚唪唥加起身先至得130幾架。烏克蘭今次用幾架低價嘅無人機，一次過咧就嚼低俄羅斯40幾架嘅貴嘢，相當於咧就係用單車換佢40幾架嘅撈屎。所以今次嘅事件咧對我哋東大亦都有2個警示。喺無人機嘅時代，我哋東南沿海嘅城市咧全部都係高價值嘅大城市，全部都係高價值嘅大基建。我哋一定要千方百計嚴防死守我哋嘅東南沿海嘅空域。外國敵對勢力咧如果嚟一個蜂群，如果我哋係防唔住咧，好容易咧就造成我哋嚴重嘅損失。第二個就係咧，美國佬一旦今次對我哋博弈全面失敗發動偷襲，我哋亦都可以用民用嘅船隻搭載蜂群，對全世界嘅美軍基地甚至係美國嘅本土發動全面嘅反擊。得啊得，唔得啊翻順德。